就先讲图画好啊，哇，这看起来足特别的呢。因为啊，米高王伊是为《西游记》内底一个角色，所以我就用传统戏曲的形式，甲伊设计这顶帽啊。哦，我看这帽啊顶悬，哪有一字？那是台湾的台，这字敢是？毋对，这台湾的台就是我设计的作品也是帽啊，拢一定有这个元素。这就是我特别的 logo。哦，我看足水的呢，真特别吼。有啊。嘿，玉生，我发现你的作品啊，甲外口的人无啥共款的。有的人拢是画林画风，你的作品内底有台湾特有种，像迄石虎，还是长尾山羊这种动物。对啊，因为啊，咱传统的龙啊、甲凤啊，拢是无人看过的生物，所以我想讲，咱就伫台湾啊，台湾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，就是地有种的动物，所以所以用地有种来做设计。玉生哥哥，我安尼敢袂使啊？我看卖哦，我看卖。玉生哥哥，我安尼即马有缘投无？玉生哥哥。有啦，啊，到你先莫叮当，我甲你整理一个 QQ 咧。其实玉生伫咧工课的时阵，伊足认真嘛足认真的，不管是伫咧舞台顶，还是舞台骹，伊拢用伊的目睭甲双手，互伊的作品有上好的表现。